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这是南投信义乡的双龙林道，景观真水，而且是伫咧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山顶，气温互人真舒适。相关的单位最近来推出着森林瑜伽的行程，游客拢学到讲有够赞。 瑜伽是一种公认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运动，不过伫咧森林内底做瑜伽，就是真难得的体验。最近一管处就和信义乡的双龙社区各单台协会合作，推出伫咧森林步道做瑜伽的行程。我们就也借由瑜伽这个动作，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洁净。那我们在森里面做瑜伽，其实也是深层的感受到整个森林的气氛的一种活动。 信义乡的双龙林道有真水的森林步道，因为伫咧海拔1500公尺以上，温度真舒适。森林内底的薰陶精和伊的空气，拢互体验瑜伽游客规身躯放轻松。就是在森里面做瑜伽，可以得到就是全然的放松。那包含就是跟这个树木对话，然后躺在瑜伽垫上看向天空，这整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疏解压力。信义乡的双龙林道有林务局南投林管处的维护管理，环境保护得真好，而且讲开放予在地社区和协会使用。森林瑜伽虽然是试办，不过游客拢感觉袂歹，嘛，互主办单位对未来推出行程最有信心的。